首先我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我從來都未接觸過八段錦呢一類型嘅運動，咁所以我希望可以認識多唔同種類嘅運動啦，去改善自己身心。所以我希望學下點控制下呼吸，令我自己個心情放鬆啲，容易啲去思考，去解決嗰個問題。其實八段錦嘅意思咧，即係有8個動作，咁啊每個動作都係對身體好好嘅。咁啊以前咧就俾咗一個中文字叫做錦，即係非常之好嘅意思咧，嚟自於一個養生功，叫做易筋洗水功。咁裡面抽咗其中嘅8式啦，咁啊方便而家嘅近代人啦，因為生活節奏亦都好急促嘅，咁所以咧就揀咗8式，咁啊比較特色啲嘅動作。咁佢嘅原理咧就係希望可以喺體內運氣，咁可以擴充翻裏邊深層嘅肌肉，亦都可以做到伸展。其實我主要想令到佢哋明白點樣控制自己嘅身體。除咗個肢體動作之外咧，咁我就住呢2日嘅工作坊咧，咁其實咧我不斷都提自己一樣嘢，就係點樣可以教到一陣間嚟嘅同學仔咧，可以平靜大家自己嘅心同埋意念，點樣清除一個雜念。因為我以前參加嘅課程咧，大多數都係知識類型嘅，而呢種動身嘅或者呢種體育類型嘅係好少參加嘅。我做嘅時候，我都發現自己平時好多雜念啊嗰啲嘅都冇話消失嘅，但係至少少咗少少啦，同埋都平靜好多。全部人都需要做多啲運動，我而家覺得，同埋呢一個又係比較雖然唔係話容易入門，但係同一啲比較激烈一啲嘅運動比，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大家都適宜嘅一個課程去參加。成個身心最放鬆嘅時刻咧，我就會話係練習第4式嘅時候，因為當時我哋需要轉全身，因為我嘅膊頭咧經常都有時候會有啲酸痛啦，咁轉嘅時候咧，突然間感覺有一種好放鬆，一種嗰啲痛楚消失咗嗰種感覺。